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宜兰三星乡的安龙溪，昨下晡有游客去泛舟，被这个树林顶发生着意外。更可能是落大雨了后，这个溪水涨悬，这个树林顶互溪啊边啊竹啊擦破去，船身无稳全并船，船顶9个人拢栽落水，有1个人渡水死亡，5个人受伤。 水真错漏，这是宜兰三星乡的安龙溪，是体检树林船活动的闹热景点。不过昨下晡，所有人伫咧遮淹死。我们撞到右侧的墙壁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插到还是怎么样，我们橡皮艇就破掉。那个船有盖住，里面也有些人是被盖住的。 当事业者嘛讲，敢若因为最近落大雨，雨水位偏悬，船啊敢若去溪仔边仔的竹啊拄破，规只船总袂知，造成船顶的人拢泼落水。船顶拢总9个人，8乘客1位随船教练。虽然全部人拢穿救生衣、戴头盔，不过并船了后，可能因为会惊撞砸着水。一位来自家人59岁姓陈的妇人人无去救起来，伫咧水面上浮1.7公里。 去救起来时，已经无伫咧喘气。人落水，那怎么会没有救起来？那没有救起来，而且又造成了人员伤亡，那代表其中一个环节出问题了。所以我们会提出那个过失致死的一个告诉来。 真侪民众拜六礼拜该去溪仔耍水，有经验的业者讲，拢会含乘客较尽安全措施，为着安全，会请乘客掠手法。若真正变船，就会请乘客放手；若无，就有可能去船啊地咧，无法度喘气。过船那时，嘛有相关安全认识，除了船顶的教练，保岸边每隔一段距离，拢会有警戒人员。若变船，得赶紧来到上空。 请乘客放轻松，倒伫咧水面上。这件变船的意外，除了互妇人人不幸过身，共船只嘛有5个人受伤。警察即马已经查扣事发树林船，会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。 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佫亮起来。疾管署讲，6月底到7月初是高峰，讲伫1礼拜内就医的人数可能会冲到20万人。台中有一个新手爸爸突然间发烧起扫，当天伊才出世14天的后生，体温是压到37度半。这爸爸真有警觉，马上带小宝宝去予医生看，结果就是为着新冠病毒，就是这爸爸甲传染的。 加在即时来治疗，4天后平安来出院。当出世14天的查甫因体温洋洋烧超过37度半，无男无女，胃口无好，爸爸随某查甫因到病院互医生看。 快睇较真是新冠阳性，爸爸这个时阵才发觉，家己这几天啊，苦煞发烧，原来是已经确诊，佮传染给查甫因。小朋友是确诊，然后我就怎么会这样？我就自己赶快再看，是不是我2天前的发烧是有新冠这样子？然后我自己也是，那就是我自己传染给他，就对他很不好意思这样。 原本就是干那一般感冒，想不到是感染着新冠。爸爸确诊无偌久，妈妈嘛确诊，加在查甫因有紧带去互看，治疗4天后平安出院。过来新冠病毒疫情升温，疾管署预告会伫咧6月底到7月初达到疫情高峰。1礼拜去病院看的人数可能有15万到20万。目前死亡病人都在65岁有重症病人，或是他。 没有去打预防针的病人，重症死亡率会比较高。疾管署进一步分析，重症患者要9成拢无取新一代 JN.1的疫苗。面对疫情歹进程，医师呼吁民众注疫苗是防止重症的关键，尤其是有囡仔的家长，拢要做好个人的防护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